即届这个劫持的事件会当平安来收煞，上大的功臣就是第一时间入去现场谈判的刑事小队长王强生。伊无用假一支枪一粒枪子，都互第一批人质脱离着歹徒的控制，搁互歹徒交出着狙击的底枪。啊，这个现场警力的部署甲策略嘛真成功，各单位通力合作，总算是成功来救援。党中兵出动，来自无共款单位的特勤人员拢全副武装，因为这不是演习，是实战。面对歹徒劫持9名人质。火线范围第一站的封锁线是特勤人员，第二站是刑事人员，上海外口是由派出所的员警管制进出，前后总共9名人质会使脱离歹徒的控制，警察立大功。刑事局长吴明昭亲身带督部特勤队到第一线，警政署长陈家钦更动用署长的专属权限，调派维安特勤队，因负责全国性的反恐行动、反人质的劫持、反重大暴力案件。各界警官唔能到现场指挥，更加派出上强的部队，才都成功救援。有担心吗？没有，不会。要案发第一时间就到劫持现场的小队长，手提纸袋内面底是歹徒交出来底枪，就算捌到歹徒压枪上准伊的头，也过以柔性的苦抗降低歹徒的戒心，无悔一枪一弹救出人质。我说你想想你的父母亲，你的妈妈，还有你的小孩，你的小孩今年要念大学了，那稍微有放软的啦。32年的警察生涯中，有27年拢咧做刑事警察，即摆谈判成功，市长当面建议警政署长。予小队长破格任用，爱予英勇的警职人员，嘛有奖金，也有奖章，更加有荣誉感。